台中大理区的土城国小甲宜典基金会来合作，举办身心障碍的体验活动，规划6个关卡，邀请到300外的同学来体验到身心障碍的朋友生活甲学习的困难，要让囡仔来学习到同理心。 5个同学排一排，目睭往内，由头一个人摕拐仔，带大家走关，因为看袂到头前路，互大家拢感觉真惊吓。很恐怖，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，然后就会很紧张。关心身障者，土城国小结合宜典基金会举办这场体验的活动，来关卡分别来体验身障朋友在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困难。让孩子们去透过体验之后呢，会发现我们这一些很不一样，但是很可爱的身心障碍者朋友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方便的感觉，那可以进而鼓励孩子们可以去主动的去认识、帮助他们。学校搁一摆举办身障体验的活动，新一级300外位的同学热情参加，嘛互这个囡仔变个爱当将心比心来爱护每一个人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